迄个较迷信，好来，较今麦6迷信点迄个了吼，呀，好来，都过来开始了吼，OK， OK，好，谢谢。感谢各位来参加咱每一礼拜一届的台湾证明制宪线上的 meeting 吼。今仔日呢，你若知影有一个叫做谢正宽，伊有主持台湾海外网，今仔日伊即摆2场拢要客串来。今仔日伊要讲台湾会当做，你会当替台湾做啥物代志？咱知影台湾最近变化足大啦，吼转机危机拢来了吼，所以你要把握什么东西？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吼。谢正官讲的敢对，还是你有更加好的部署吼？那我们头1个小时呢，我们还是请谢正官来讲吼。不要1点钟呢，大家互相互动，希望充分的利用今天2点钟的时间。今仔日是台湾证明制宪第246届吼。246，所以已经是5档6档咯。OK， 谢正官先生来，互你今仔日开始讲恁台湾商会有啥物好康的，还是有啥物危险的吼？是安怎郑丽文也要来哦？这世界做这代志我都唔知影，你先讲一个看卖啊，来，陆总。好，真多谢吼，这个机会伫这遮参加这个证明制宪的这个线上的座谈会啦吼。其实我第一首先要感谢吼，咱的工会长啦吼。过去第一遍伫2000年的时阵第一届参加吼，第2遍是2022，第3遍是去年的12月7、8吼。这届是第4摆参加就对了吼。伫这遮吼，算讲今仔日我小可有准备一寡资料吼。大概分差不多150个 slide 啦，希望讲会了。所以 Raven 你上尾你要到10分钟前甲我 remind， 足济我会当跳过吼，都跳过安尼吼。50分55，这我咧 remind。你甲我 remind 一下吼，讲到你要到你，我当跳过吼。好，伫这遮我头拄list 这个吼，顶悬有10个 step 一个迄个item 啦吼，这10个内底要一个甲大家讨论啦吼。就是讲咱是安怎今仔日大家来伫遮座谈啦吼。咱是替人伫讲，还是讲互家己听讲爽的就对了吼。所以伫这遮你要切入，就是讲第一。海外台湾精英吼，你到底是你讲互啥人听就对了吼。咱首先爱感谢，就是讲伫2000年的时阵吼，对这个证明制宪吼，其实迄毋是叫做证明制宪，叫做正经媒体啦吼，正经传媒啦。就彭文正甲因太太成立一个叫做你知影咱每一个。节目的吼，像讲顶礼拜245集的时阵写 EP， 迄 EP 就是 economic 甲 politics 吼，political 吼，所以这就是咱伫这遮吼，大家大细声伫遐发吼，但是这是迄个彭文正其实伊是我的学弟啦吼，我安尼读师大附中的，伊爱叫我学长就对了吼，所以我甲伊是好朋友，但是咱今仔是。讨论这个时事座谈吼，讨论这个媒体安怎运作就对了吼。所以伫个遮是讲，这个制作的节目实际是拢经过正经传媒咧传出来就对了。这敢各位你所仰望的，伫6年前的时阵，正经传媒确实做了袂歹，真赞吼。我伫个遮有简单的整理出来，就是讲，对第1集开始。甲这个245集，这内底拢是 EP1 吼，一直到 EP245，这内底拢有每一集拢有一个记录就对吼。这个记录大家会当去扭出来，会当去迄个工会长有传互咱吼，你会当去看，你会当讲我当时是讲啥吼，拢会当去 review 就对。正经传媒。开始的时阵，伊伫面试做这个吼，这个正经的这节目吼，我想大家足欢喜我嘛捌去迄个台北去
上过伊个节目啦吼。但是尾仔伊就出来美国了，其实嘛住伫湾区，无你甲伊即马嘛伫伫线上，我毋知啦吼。伊是讲甲川普讲啊，咱拢是好朋友，逐个拢好朋友啦吼。啊，但是即马正经传媒就是讲，咱即马小可有要调整一个路线的时阵吼，即个线上的检讨会是毋是要继续要叫做 EP 吼？即可能等下大家若交换意见的时阵，你会当发表你的意见吼，你的看法是啥安尼？所以过去呢，咱叫做台湾建国正名制宪就对了吼。啊，若即个简单写着，你会当讲吼，台湾吼啊，即个建国就英语名就是讲大概 TWNC 就错，正名制宪嘛吼。啊，是讲台湾海外网络台湾 USNet 吼，这大概拢是简写字啦吼。是毋是爱用 EP 吼？大家小可思考看觅。伫过去的时阵，有个人讲几啊年前，其实你会当去揪出来，第一集的时阵是伫2000年7月27就对了吼。迄当阵参与的人吼，啊，这是第一场的时阵啊，周遭亮嘛伫顶悬啦吼，啊真侪人，这个马挺吼，这个明王兄。拢早期拢一直甲我讲，甲紧落起来，这啦。但是我都较罕你上这个节目啦吼。但是到第7摆的时阵，我有参加，这是第1摆的时阵吼。第2摆的时阵，就是这个彭文正就第1摆伊无正式较明显啦吼。第2摆的时阵，这个。Dennis 就正式讲，这就是伊主持的节目就对了，吼，所以大家看啊真清楚，就是讲每一个人拢伫顶悬吼，啊，这是这工会顶嘛，而且拢工会顶去考定的，啊，但是主持的是真正，尾啊，正经媒体就变做正经管不了了吼，因时代变化，就像6年内底真济啊。局势变化无共款，每一个人的政治看法嘛无共款啦吼。啊，所以这甲第3次就是吼，这就是伫顶悬。你要看这个马挺吼，蔡明芳嘛拢逐期拢参加吼，啊，即摆就较无时间参加。迄当阵我看这个Raymond 嘛伫顶悬啦吼，第3集就有啊吼。我是到这个第7集吼，第7集的。2020的10月19的时阵参加第7集就对了吼，啊，这嘛是迄个 Raven 的这个 Dennis 吼，伊主持的对了。啊，实际上伊伫媒体上伊是真先摆嘛吼，啊，伫面试也出了真好。但是既然咱即摆伫讨论讲台湾建国，知影讲这个咱。将来是要行什么路线吼？啊，像讲海外网，我和迄个 Raven，我有去创一个其他一个节目，叫做海外网之声，海内外台湾人共同为台来发声。所以这个一个 slogan 就对了吼。假使讲这个论坛啊，将来叫做台湾建国论坛的时阵，台湾人建立台湾国吼，世世代代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幸福快乐吼。这大概是一个 slogan 就对了吼，啊，是毋是安尼行我毋知啦。啊，即马你若有咧算迄个 AI 的时阵吼，即马入去 AI，你甲即几字拍入了，伊就甲你 create 一个 logo 出来。啊，这个 logo 这是 AI create，毋是我 create 吼。我也讲我要爱台湾建国论坛，爱就安尼甲整理出来安尼吼。啊，这是吼大家吼，小我交换意见去思考看觅吼。啊。头拄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另外一个叫做海外网之声，海内外台湾人共同为台湾来发声，参与主流行入世界，这是阮的心声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节目的 slogan 一个。假使讲若改做台湾建国的时阵，叫做台湾人建立台湾国，世世代代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幸福、快乐，吼，这嘛是一个 slogan，就讲。是毋是要换对这个开始咱讲的这个第一个普文这个吼，比较这个台湾建国正名制宪这个国体，这个 slogan， 这个是古早这个彭文正设计出来吼，
即摆假使讲恁若有要思考诶时阵，这是一个second opinion，一个互你参考就对了所以将来啦是安怎决定，这是靠每一个人参与诶人，你拢有迄个 opinion，你会当表示你诶意见伫较等来讲话意见诶时阵，你会当讲，你 prefer 原来就是讲台湾建国正名即宪，但是正名即宪毋是讲for sure 讲你是建立一个国家就对。但是台湾建国国家若建立了，名宪法拢有就对所以这是一个 second opinion， 你去思考这就是大概我要大家交换意见的第一项就对了第二项的时阵就是讲，伫海外即个中国人，咱即摆咱即个 group 是拢台湾人嘛对无？海外中国人尤其是伫 Bay Area 一寡中国人所谓即个民运即个因拢伫做啥物代志？咱伫做啥物代志？你做啥物代志？咱参考一下就对了。Bay Area 有一个可能伫湾区熟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一个叫做南树伊是一个伊主要负责英文的部分啦是算讲，你知影这个民运出来时阵，后新唐人，后这个希望之声，还有一个就是讲做这个大纪元对伊是较属大纪元这部分的。大纪元的部分，还有分这个算讲母口，就是讲做因尾甲你嘛创一个电台，这个电台甲新唐人佫无啥共款就对但是这个互我真佩服，就是讲一个中国人，伊若甲你出去的时阵，伊头到尾拢咧讲台湾代志，你听着会真见证。伊去面对着一阵，我互大家看就是讲，我有一届机会啦，伊邀请我几摆去参加伊的电台迄是拢伊拢讲互一寡即个用英语讲的迄个部分啦迄是电台。尾伊邀请我去参加伊的一个 presentation， 伊 presentation 我去带一条，你知道？伊去的对象拢总是白人这白人伫湾区这个讲有拢总这个组这个 member 超有1万几个人就对了。你嘛入去 Google 的时阵叫做 SIR， 啥子 SIR 就是讲 Son in Retirement， 就是讲退休了的人一定这查甫的无代志做拢做伙大家 get together， 其实除我太太嘛有参加就对了所以这个SIR 伊分足者这个 district 无共款的所在对，所以伊捌连续招我2摆去无共款的 group 就对了去的时阵，伊讨论的拢总是咧讲台湾代志你坐伫迄边咧，伊甚至甲人去讲做，我捌的台湾代志拢这个勇士甲我讲的所以伊要解释互听就对。这你这有影听着见笑，你知道？伊就是来美国，伊对中国出来，伊出来迄个过程有诶别人熟悉，有诶人无熟悉。伊讲伊古早嘛是即个中国诶即个军人呐伊嘛无想要嘛想要拍台湾的就服役尾因太太讲伊要来美国。伊讲我嘛要去就对了。要来，伊讲唯一的条件就是讲，我去就无法佫倒转来。因太太甲伊讲，我若佫去，因爱人啦，甲伊讲我去美国，我就无佫倒转来。你讲有法度迄个 make up your mind 就对了。伊讲有，我去来美国了后，才佫去读册。伫美国的即个三罗市市政府服务20几冬。算一个 engineer 退休所以伊英文基础也袂歹就对了。伫即个大纪元内底，伊负责所有的中文版的，拢总伊伫负责，所以伊每一礼拜拢叫我
写一个稿，所以我大概拢每一礼拜有一个论坛互伊就对了吼，专栏互伊就对了，每一礼拜拢有一篇文章，文章我大多数拢有搭伫即个海外网。这就是演讲煞的时阵，因就互伊一个 flag 啊，甲倒写啦，这是第一场。第一场的时阵是这个是8月初8嘛，这个是8月初8 2024嘛，第二场是这个8月14，就一礼拜以后就搁另外一个 location 了，对了。迄个 location， 伊讲的主题是讲啥？讲 legal base to defend Taiwan 台湾人一个中国人替你解说台湾代志，你听着敢袂歹势，足歹势的。伊咧讲互拢一寡别人听咧，人可算讲伊的准备，伊就讲伊讲几啊年啊，对无？所以一寡 material 拢有拢会当拖咧继续搁讲就对。伊大概即个湾区走透透，走去到Santa Rosa， 走去到迄个 Watsonville， 安尼，因为伊有记者的即个身份嘛，所以有真侪人讲我要找即个 Epoch Time 大纪元所以就甲伊联络，伊就代表公司去就对安尼，去就算讲甲人做谈的，但是伊讲的就是关心台湾、美国、中国即种的 relationship 就对所以这甲咱拢有关系啦。这就是讲，伫 Bay Area 你熟悉中国人，因拢咧创啥？伊就讲做 How to defend Taiwan， 要安怎保护台湾就对啦。咱嘛每一日拢咧关心嘛，但是咱关心的角度可能无共款啦我咧讲的3 in retirement 就是这个组织就对啦有分一个什么 branch， 什么区域无共款的区域就对啦。因拢有定期，是讲一礼拜，也是讲一个月做起来一会安尼。像咱一个 group 安尼就对啦。大家坐落来，就这个退休了就无代志做，咱嘛是关心局势时事啦这就是算讲这个团体，就讲咱一寡台湾人，咱退休咱嘛讲东讲西拢有因嘛是共款因嘛是 get together， 因家己算讲去甲餐厅了大家算讲你付你家己对啦。当然因安那有迄个组织的，有迄财务啦啥啦你交钱交因的迄个 treasure treasure 才去纳迄个你参观的钱安尼都有啦。共款这嘛是一个演讲煞的时阵这演讲的过程我拢有录影啦，咱即摆无要讲你遐去这拢有录影就对。所以不了精彩啦，所以现场安那袂少人嘛毋是讲干那讲2、3个人尔，安那袂少人伫遐听。所以这就是伫海外伫湾区的一寡遮个算讲民营也好，也是讲因来遮咧做媒体的人，因所去做的代志甲咱做的，咱会当比较，就是讲因咧做啥咱咧做啥。这就是第2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对了因为湾区有一个organization 叫做中青学院，所以因为这个学校的存在，我才甲这个蔡明峰因兄哥因5个兄弟这个上大的兄哥叫做蔡奇峰就对了伫迄个2004年的时阵，2004年的时阵，迄当阵伊是算讲做变做个，因为 Bay Area 这个中青学院是伊对纽约市迄边介绍入来就对。介绍入来了，2002年我毋是做校长，但是2004年的时阵，我去做这个中青学院校长就对了但是这个共款有一个组织就对了。顶员中遮前摆有可能有一寡人熟悉，有一寡人无熟悉迄个下骹就是校务部的部分就对，校务部分我做校长，其他就这个蔡奇峰 Charles 伊是做迄个
顾问就对了吼，所以才伫遐熟悉。因为这个中策学院，所以阮才甲这个 Freeman 这个市政府有熟悉就对了。伫这个行业内底吼，当然阮有拢伫教会伫遐咧办一寡活动啦吼，所以这一寡算讲对台湾来访问团啊，伫遐大家有一个交流安尼。这个用钱行业的部分吼，大概我无要用真侪时间介绍，就是讲大概是安尼。阮有办真侪活动，每一礼拜六拢有一个叫做教英语课啦吼，学员拢是遮个长辈55岁以上，甲100几岁拢有就对啦吼，这就拢咱的长辈伫台湾来的，每一个礼拜六拢有固定的一寡课程，就是讲做读英语啦，过来就社会新知啦，吼，介绍讲即摆社会有啥物变化就对安尼，所以伫遐，我迄一冬的时间内底有机会，甲咱一寡长辈交换意见，拢咱有较关心台湾的代志嘛吼，甲伊分析讲遮个台湾的局势是安怎发展吼，甲我有去接受的遮个一寡这 resource 甲因分享安尼。这就是中间行业部分，所以伫遐才甲蔡奇峰熟悉了，当然马婷佫另外一个机会，甲伊熟悉了，去参加李登辉的迄个李登辉学校吼，伊甲我拢做迄个副学，拢做副班长就对了吼，所以两个比较较熟悉就对，尾仔就算讲入来这个，我退休了，退休了吼，退休了，所以即摆就加入这个台湾海外网。台湾这个中小行业呢，咱伫美国若办一寡活动的时阵，拢会想到讲，咱的经费要对倒来。当阵阮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咱是伫美国办的组织，哪会无对美国的政府来去甲申请钱所以阮这个中小行业伫 Freeman 吼，阮就去找 Freeman 市政府。Freeman 市政府伊嘛，咱甲伊讨钱，伊嘛是对外边去讨钱。当阵有一个叫做一个叫 Raymond 吼，迄个 Dr. Ray 吼 ，Dr. Ray 真牛，伊吼甲阮写的物件吼，佫 combine 伊家己吼，伊尾仔去甲迄个 Johnson 讨一条搁较大笔的钱就对了，迄几百万啦，摕来了，咱也分无完，但是伊去 create 一个 organization 叫做 CAP 吼，叫做 CAP Community Ambassador Program for Senior， 就是讲伫这个社会内底，咱有足侪，就讲 City of Freeman 吼，这个都市有足侪人口的，遮侪人口的时阵，伊的成员拢非常复杂，也有讲华语也有讲迄个印度伫 Freeman 内底，我想上界族群上界大可能是印度人啦吼。当然，伊尾仔分差不多，上尾仔开始的时阵只有6、7岁尔，尾仔分到超10岁就对安尼。内底就是因为阮去甲伊申请钱，摕无了钱，但是尾仔伊去申请就一笔钱了，伊拨一部分的钱出来，讲遮来用对即个 community 就对。community 是安怎用，就是讲遮侪人来到即个都市内底，遮个长辈因每所做务的吼，就是讲，即个美国的法律的变化，尤其是讲 Medicare 要安怎申请，每一年的即个法规拢有变化嘛，要安怎替即个新的即个新移民也好，也是讲即个新娘即个老伙仔吼，要安怎甲伊解说法律就对。所以，阮爱去上一个课，伫美国甲伫台湾真大差别，就是讲你去做志工、做 volunteer。你要有一个 permit， 要有一个 certified 就对了，吼，你要有一个证件就对了。所以 City of Freeman 伊去 create 一个 course 叫做CAP 吼 ，community， 你要受过40小时的即个训练了，你才个拿一个 permit， 拿一个 license 就对安尼，才能去替人服务啦。即 qualify 的人拢叫做迄个即个 member of CAP 吼 ，Community Ambassador Program for Seniors 安尼。咱台湾部分的迄当阵，即个区域内底讲华语的 Mandarin， 大概阮了，所以阮代表实际上台湾、中国甲
香港就对。啊，我甲号的名叫做这是 T 就是台湾台湾 Community Health Association 这就是讲这台湾社区协助会，这就是这个 TC Health Association， 这就是这个CAP 就是这个中辈的这个社区大赛，这是这个 program， 就 City of Fremont。这组织内底当然成员你看会出就是讲各种人拢有嘛内底上主要印度我讲的是个大多数的一个族群啦因有三四个族群伫迄遮，伫这遮真侪活动，真达到大家去了解算讲做我毋知每一个都市是毋是有类似的即款的organization，我毋知啦但是呢，这个 City of Fremont 这个 program 做啊真好了对，要安怎帮助伊甚至伫台湾有捌成立一个叫做一个政治大学，伊嘛有类似的这个 program， 邀请迄当中我都袂当等，所以阮这个 team 内底有一个叫做 Cordelia， 伊有去参加，嘛做得足好，伫台湾嘛不离媒体拢有甲报道对。所以这个 program 呢，阮时常拢有办一寡算讲社区的服务就对这就是说个叫做我咧介绍，这个叫做 Cordelia 伊做了真好伊嘛等于代表台湾开会这个内底因去参加的这个 International Forum 大概就是2007年这真早了，这差不多拢要20年前的代志所以等于就是这个Maria Susanna Cordelia 这因三个代表转去安尼，转去内底恁知影讲这个 CAP 到底是做啥 ？Community Ambassador Program for Seniors， 嘛当解释讲做 Correct Access to Provide Service， 是讲 Car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enior， 拢在你解释就总是就 CAP 就对了就是 CAP 的意思就是安尼这内底我可能无要用真侪时间伫遮解释，上主要就是讲你要参加一个组织的时阵，那么你要服务的时阵。CD， 阮去训练的时阵，甲阮讲做，你要 identify yourself， 这就是甲咱今仔要讨论的有共款，就是讲，咱大家拢足关心台湾的，但是台湾的事务足快就对了。你要 identify yourself， 你会当替台湾的做啥物代志？像讲，阮伫这个 CAP 内底一寡我这成立的过程内底，这就是巧，这就是民风因兄哥啦，即摆已经过身去这个就是内底这个社区服务的有真济范围了对，讲大家都食衣住行拢有啦内底有 spiritual care， 像各种方面拢有。甲咱你讲台湾代志共款，台湾嘛是逐项拢有政治、经济、这个财务、建设、交通那么。你伫倒一方面会当提供你的 help 这个是真重要。阮这个组织上济的时阵有甲差不多22个人啦，22个人内底有2个会晓讲广东话啦，其他拢是拢是讲台湾话的对这内底就是讲每一个人拢尽量去找伊较适合伊的。伊会当提供服务的部分就对，安尼，这就是大概咱会当去思考讲，到底咱会当替台湾做啥物代志这内底我想，这个真济会当思考的空间像讲，阮有去调查这个用中青学的长辈做一个 group 去做一个survey的对这个设备就是讲，你感觉伫这个都市内底上大的 challenge 是啥？上大的挑战是啥？语言未通，医疗这个费用伤贵是讲你去看病的时阵，要等伫检查的时阵，这个过程伤久是讲做欠缺这个
紧急的这个 emergency 的这个服务，还是讲要去提药啊，这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啊是讲你去大徛起吼，一伤贵吼。各种方面呢，拢有一个设备表就对。啊，这个设备表的时阵，才互大家去填起来，都市才做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就是讲，我还要你 ISO 11，就是那个我的 version 太老。哦，即马是甲我讲啊吼，啊毋是，这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讲，这 relate 到来甲台湾的代志，就是讲台湾嘛是足侪代志的，啊，咱会当讲，台湾欠缺啥物物件，啊，咱是要 focus 是啥物所在，因为就是讲伫遮。咱要继续讲谈论讲说哦，我伫倒一方面有我的看法主张，迄是一回事。第二，上主要就是讲台湾欠缺什么物件，迄较重要的对吼。啊，这就是个其中一种设备的对。这个设备时阵当然这爱经过一寡专家的人，因去做这设计出来吼，啊，才会当去采取迄个进行就对了吼。总是呢，这就是伫这个CAP 内底吼，阮伫遐捌做过都超过20年前的代志啊，伫 community 有做过的对。所以他都甲大家分享啊，就是讲，湾区的中国人的这个媒体因伫做啥？哦，咱伫美国的这个社会内底开始台湾人的一寡组织会当 outreach 去。community 的时阵，咱会当做啥物件吼？这就是算讲，阮伫遐不时有办一寡活动啊吼，这活动有当时阮会去这个 library 吼，去图书馆遐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讲，阮叫做 senior resource fair 吼，就是讲把社会大家所关心的代志提出来像讲。警察也好啦，是讲做消防做好，地动也好，各方面的提出定期做一个就算讲叫专家来演讲伫遐甲大家分享安尼就对吼。这是大概这个 CAP 的部分，阮做的代志安尼。这是第三项吼，即马第四项啦。过落来就是讲，咱伫美国吼，无一定讲是伫加州啊。伫东部也好啦，纽约区也好啦，吼这个加拿大好啦，吼，咱逐日拢有咧看一寡这个政论节目，这个政论节目的时阵，我想吼，除了台湾以外，海外大千篇一律拢是中国的这个民运做的。伫海外，我目前无可能注意无够啊，所以我也未看到讲任何一个台湾人讲去做一个这个 talk show 的这个网红就无咧。吼，美国你看江峰，这个大家真出名，可能大家拢捌看过。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美国时事通罗文吼，这个曾辉吼曾观点吼，这曾观点对吼。过来，这就是我头讲的这个难处的对，因伫这只平常时甲你做伙，捌你也无啥咧，但是人因即摆开一个叫做时政春秋对吼，嘛讲到好咧，因的所作所为吼，也着咱思考，是安怎因有遮大的进步，咱安怎原地踏步，咱你若讲正面自现，到即摆6年啊呢。因6年前遮拢无看人呢，6年以后，这规个社会舞台拢人占了去所以伫这啥说讲，咱会当参考啦吼，到底伫台湾出来，这个网红对无吼，新闻硬邦邦这对无，即嘛最近有来买了，伊是这个吼，波兰的人波兰去台湾了，那英语嘛讲得真好华语嘛讲得真好吼，所以是安怎因拢有这方面的成就，咱到底是去另外一个吼，这个 TOEFL 这个叫做 Uncle TOEFL， 一个是 Christopher 啦，一个干写嘅叫做 TOEFL， 伊最近嘛是发表一个文章，就是讲做 Trump
去中国访问了，台湾人足侪忧心就对了吼。哇，这个川普会甲台湾出卖无啥，安尼大家真烦恼就对。所以伊拍一个节目，啊，你若有看到的人，你会感觉讲哇，确实无简单。因伫台湾所观察的，甲咱切入的角度啊，有啥物相像啊，有啥物无共款的吼。啊，伊讲伊嘛毋是民主党的，嘛毋是共和党的。啊，伊嘛毋是讲川普崇拜者，但是伊感觉川普最近做拢对诶，所以这个算讲真无简单啦。伊切入诶角度吼，啊，这个新视野，这个这过来这个就是这个迄个蒋光宇这个伊新闻最槽点这嘛拢真来就对了，每一个人有讲一个应该的特点就对这个新闻看点李牧阳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因太太就是这个因太太是一个因太太我无叫出来。心理，因太太这个啦，这个因太太新田啦，心田，当阵然后每一个月拢会到咱出去，阿拉米达 County 甲 Contra Costa County 有一个叫做East Bay Park， 就是讲政府百姓所缴的一个税收对无伊拨一部分出来，鼓舞这个county内底这个居民尽量去使用，去了解，行出去就莫讲逐日秘伫厝内底行出去安尼，去会当甲其他族群交流，叫做 East Bay Park 的迄个wellness walk 一个 program 就对啊。伫遐阮过去逐个月拢见入面一摆嘛拢出去行。敢若伫阿拉米达 county 甲 Contra Costa County 有69个即个 park， 即个 park 拢建设了相当水，但是真可惜，伫遮住40-50年的人嘛，足个人拢毋捌去过的所在就是讲，咱看遮济遮个拢伫咱熟悉的人，伫咱的甲咱生活做伙，拢伫咱的 neighborhood area， 但是呢，因伫专业上面呢，因嘛是无啥。但是舞台互因训练了，人因替你像男士就好，会替台湾咧讲话呢。伊除了因中国的代志，伊关心以外，伊搁咧关心台湾的代志呢。台湾的政府讲起来嘛真无公平。我即摆提出来这几个伫湾区这几个这媒体人，大家拢捌去侨委会请去这个台湾因叫做媒体人呢。独对咱台湾的媒体，咱嘛爱检讨，到底咱是做啥所以台湾的政府嘛看咱无点，咱嘛看伊无起就对了所以这人算讲资源的利用，因真好利用对这就是算讲做海外遮个民运的人，因伫媒体上比咱做了较先进就对。上无因做出成绩来嘛。咱是做什么成绩？咱就干那伫遮正面出现讲6年啊，我毋知讲啥，我毋知所以这只大家思考就对了所以咱伫海外遮个精英会当做啥所以讲他拄算讲无共款的角度切入伫5月23，湾区有一个组织叫做泰塔，我想东部可能也有啦这就是这个邱振邦先生伊所创立的对啦这个邱振邦先生所创立的。伊请5月23请一个这个林志杰，我想一寡朋友可能知影啦伊即马是一个国安会的一个委员就对啦，国安咨询委员国安会这边。伊来演讲伊演讲我安怎录影，伊讲莫放出，所以我也无放出但是伊讲有几场我会当分享。伊讲海外台人会当有啥物行动会当采取就对。伊讲这个采取的行动呢，第一就是当讲做向
所在国的即个议员吼来说明2500国议员。我毋知影伊到底是讲真诶讲假的。这2500国议员的时阵是讲了真严肃的，吼。台湾甲中国是无关系的，台湾甲中华民国嘛无关系呢。但是台湾即摆都毋敢讲这遮个代志咧，吼。但是既然就是讲这国安单位会当加提出来来讲，因对这有了解无了解，这都爱牵涉到转来讲，台湾的所有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也好，外交部也好，即个国安会也好，因对台湾的主体性了解到什么程度，咱毋知就对了。哦，这内底有真大的差别机理就对了。因所认为就是讲，台湾的主权是已经交入去伫中华民国的手底就对了，啊，是笑亏笑话嘛，对吧？因所根据是根据啥？根据叫做开罗宣言啦，吼，根据叫做波茨坦的公告啦，吼，叫做日本导航书就对了。啊，这实际上，我想咱在座大家拢非常清楚，开罗宣言是迄3个人伫开罗去会议的时阵，因主要要处理这个日本战争以后，吼，伫太平洋战区战争以后所占领的土地，要安怎吐倒转去个人？啊，日本的土地要安怎甲约束讲，你会当拥有啥物土地？讲除了你家己本身咧大迄4个大岛以外，其他的岛爱受到遮个阿赖、遮个门邦的认同就对。所以，因你处理这个过程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讲，你处理的过程内底袂当扩张你的领土就对。吼，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就是讲，日本伫第2次世界大战，甚至第1次世界大战所占的，拢总爱吐露出来形容就对。第三个，台湾的媒体拢总毋捌伫讲的嘛，毋知条件袂记得是啥。人是讲正式要承认韩国独立的。所以这3个条件是开罗宣言的精神，吼。啊，这3个说，因为蒋介石刚提出来讲说，台湾甲澎湖的主权爱交互中国，啊，这都违背因的迄个算讲大家 general agreement 嘛，吼，大家共识嘛。啊，共识的时阵就是讲，你袂当伫处理的过程内底扩张你的领土，啊。台湾甲澎湖，毋是日本伫第2次世界大战占领的土地啊，嘛毋是第1次世界大战占领的土地啊。你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的 Article 10第10条，讲甲足清楚啊。日本因为战败，所以伊放弃伫中国所有的权益 ，restore back， 又倒转去讲，即个1901年的即个辛丑条约，八国联军的即个目色吼。义和团呢，所签的这个辛丑条约的对吼，所以这是1901年的9月17，啊，1901年到1895年，还佫差6年呢，所以台湾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甲中国拢总无关系了。但是蒋介石安尼讲，所有的这个台湾的总统嘛拢安尼讲就对了，真不幸就对了。所以这就是今仔日咱所做无困境。2500国议员，头拄迄林志杰讲的，大家去宣传2500国议员，好啊，咱来讲2500国议员啊。这个国议员是这个阿尔巴尼亚吼，啊，甲这个阿尔巴尼亚甲阿尼亚吼，因2个所提出来就对了。啊，结果是算讲55票反对，啊59票反对，55票赞成。所以这第一个重要问题去破发掉。但是尾仔第2次投票的时阵，就敢变做本来是要2/3的这个重要问题啊，即摆毋免难，啊就变做算讲简单的多数尔。简单第2次投票是76票对35票，啊17票弃权，所以就通过啊。所以2500国议员到底讲啥？就是讲阿尔巴尼亚因所提出的这个，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联合国所享有的这个权益爱恢复到转去 ，restore 嘛，倒转去就对。认为讲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就对。
那么即时甲中华蒋介石代表团所有人拢赶出来对。啊，大家会记得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毋是用一个新会员申请的，伊是入去甲伊取代即个中华民国尔呢。所以中华民国迄个位还佫伫联合国内底啊，吼啊，因为宪章迄个 charter 吼，迄个 UN charter 伊也无改啊，无改的时阵，所以就是讲中华民国还佫继续存在。那么伫台湾今仔日中华民国甲联合国因中华民国是两回事情啊，根本都风马牛不相及啊，无关系啊。安怎讲？人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社处尔，伊的实质还是虾米人来代理？不管你是 PRC 啊、ROC， 总是都是代表 China 就对安尼尔。啊，所以即马真困扰就是讲，伫台湾的政府，包括总统，包括外交部啊，甲是遮个国安会遮所有人，大家拢安尼咧讲诶。哦，你也看即个2588个文讲足清楚。院长，你搁即摆搁10分钟吼，你有小可落后。我要休假，去10了休假吼。好，嗯这要恢复哈，搁过来就是算讲做中国 PRC 是唯一的代表，搁过来要把这个蒋介石的代表吼关掉、除掉就安尼。所以这三项代志尔呢，所以2588怪奇文无就讲着台湾的代表性吼啊台湾敢若会晓讲啊，像赖清德嘛讲啊足清楚诶。伊所谓台独诶定义是啥了？伫遮吼，咱即马跳过这，因为真济过吼，跳过。即马过来就是即个民选诶总统吼，咱即马选过第4任嘛，即马第5任啊嘛吼。因到底对台湾诶看法是啥？吼，就是讲第一个就是李登辉总统嘛吼。伊足无简单啊！咱讲台湾的民主政策，台湾是对这个万年国代到伊的手才有法度安尼一步一步解读吼，啊，对听加入这个民主政体，这国家啦。但是伊会讲真正确，伊讲中华民国即马是 temporary 台湾尔。你知影吼？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迄个。流氓政府，迄嘛是走去吼，像法国走去伫英国走去伫倒位吼，维持政府啊，走去倒，迄是流氓政府啊。啊，即个中华民国嘛是流氓走来伫遮尔，所以伊讲诶。但是到淡水边诶时阵，伊甲你讲一个较离谱，就是讲中华民国都是台湾啦，安尼啦。啊，我嘛捌写一张批互伊吼，迄张批啊，即摆讲起来真怨叹，就是讲迄张批吼。伫这遮吼，伊有甲回啦吼，啊，这可能毋是咱今日讨论，甲讲一句话，就是讲，伊认为啦吼，伊所提出来这个中华民国是台湾队，已经比伊的前摆吼所提出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搁较进步啊，安尼啦，这就是伊的看法，啊，这实在是咱无法度接受就对了。总是呢，李登辉先生传到这个。淡水边，搁过来交互即个马英九，伊就认为伊是中国人啊，吼，认同一个一中啊。但是伊的一中就是讲做一中原则就对啦。甲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无共款的，伊划归世人就是看做一中各表的对。但是即马就无迄人习近平来讲啊足清楚，哪有各表是一中一表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尔。到蔡英文的手底，伊讲 ROC 台湾啦，啊，即马热切就是讲台湾也好，中华民国台湾也好，还是讲台湾拢会使三海拢会使叫就对啦。但是伊上届出锤就是伫即个最近吼，因为川普讲做啊，伊无希望看到台独啊吼，啊，所以是伊特别对台独做一个解释。伊讲台独即个热切的解释是啥咯？赖清德解释就是讲做台独吼，即只伊的解释吼，伊讲台湾毋是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甲中华民国嘛毋是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就是台独的 new definition 啦。这毋是咱要爱听啦。台湾甲中华民国无关系啦，甲中国嘛无关系啦。
这才是咱知影的即个台独啊，吼，这伊讲的实在是咱无敢听。所以这个2758咱头拄仔吼，都已经有讲过吼，即码因为时间的关系，是讲这个伫法律上啊吼，那么这个美国甲咱国家足清楚啊，不管是台湾关系法也好，还是讲最近所通过哦，迄个移民署也好，伊讲台湾 as the country of birth，就是讲你若要申请将来要申请这个居留证，要申请身份的时阵，你的迄个来源，你去倒一个国家来，你就写台湾就好啊，嘛袂使写 ROC 台湾吼，啊是讲台湾 ROC 拢袂使啊 PRC 国家免讲就对，所以。咱爱真清楚，美国全世界的国家拢甲咱叫咱是台湾，敢若独台湾的政府叫家己叫做 Republic China 安尼尔。啊，所以这毋是咱要爱的物件啦。所以台湾真可怜，就是对1624年到今年402年，这内底拢总毋捌建立过家己的国家就对吼。啊，这是咱在座的人吼。咱真深的课题，咱去思考，咱到底会当替台湾做啥物代志就对了吼。上尾啊吼，这个就是讲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大家可能拢有读过《Formosa Betrayal》啦吼，我这有一本啦，这可能你咱看《Formosa Betrayal》吼，这看有无？就反正这本册内底啊吼。内底吼，对即个你若看伊的一个 chapter 吼，伊一个 chapter 内底有讲到足清楚的，就讲做台湾是安怎会美国甲中华民国囥伫台湾就对，因为吼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美国有派一个单位吼。这个单位呢叫做，两即摆55分啊，哦，你55分，我有对要说，全部也无要紧吼。哦，对要说，伊这个单位叫做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就对了，吼。啊，因有去台湾做一个survey，迄当阵的台湾的精英，吼，像讲咱在座各位都是台湾的精英就对。林献堂、罗万基、林木生、廖文基，因等高政府，因等拢主张回归祖国的对。所以造成一种错乱的对，因为当阵真去日本嘛，因会晓日本语，但是因都真册日本人嘛，啊，所以因就是讲因的主张就是安尼。啊，这个人讲起是先拜什么蒋渭水啊，什么这个人拢是伫迄个时间点拢是主张要回归祖国啊，啊，所以真怨叹的对了。所以这个 George Core 的时阵，伊有写了真清楚，就讲做伊写一个文章吼，伊讲做伫迄个伊有迄个美国吼，这个 OSS 这个单位去的时阵，讲 surprise 就是讲林献堂因接到这个何应钦的邀请，邀请因去1945年9月初9，伫中国迄个陆军的官校的这个大会堂内底去接受，就是讲日本投降，因有邀请因去参观就对了。所以你们讲哦，这中国哦不哩啊强咧，不哩厉害咧。但是现在这个1945年到1949年，蒋介石就去用变道嘛，对吼。所以这是讲一代政治这个社会精英，你的错误判断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大局吼。这是咱爱思考，就是讲要安怎行就对。台湾的代志非常的多啦吼。拄啊，咱讲像这个 CAT 吼，阮头拄讲做这个台湾的这个Evergreen Academy 啦吼，这个中青学院啦，还是讲做 Freeman 这个 CAT 啦，这样一个社会的代志，你到底要徛伫倒一位吼？政治、文化、外交、医疗、科技、文学、体育、运动。这个无伊交通、国防、航太，即摆无人机对无吼？等等，
你是伫倒一位，这点你会当提出你的贡献，去目标是要贡献这个台湾去建国就对吼。所以我想咱伫这遮长期拢咧讨论讲台湾的法律地位要安怎去做。这台湾的政府都无咧甲你信道咧，伊即马到即嘛是讲中华民国啊，毋是讲台湾啊，咱是要安怎照法度来 push 应用伊，我真罕无的这个思考就是讲，咱应该变成一个台湾建国这个论坛啦，讲其他拢无效，什么正名正拢无必要啦，要安尼建国上重要，这有各种思考的角度啦，这是。我今仔日就是讲，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啦，Raymond，我想时间差不多啊，我要伫这遮做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讲做这样一个代志，咱爱家己想好啦，就是讲我头拄开始的时阵，有甲大家分享，就是。到底你将来你是 prefer 倒一条路倒一个这些讲到底你是要继续用 EP 就是正经这个传媒嘛EP 我想这咱上我是莫用，你即马都无要用伊的 website 还是这个 EP 莫用啦你会看会当用台湾建国 TN Taiwan Nation 还是啥安尼这都是参考就对。所以等下听大家的先摆意见请多多指教。好，谢谢建宽兄。建宽兄，感恩分享一点钟。我起来咱大家拢知影，伊是湾区的法律专家毋知影伊今仔讲起来了，毋是干那迄尔伊的社区的任务参加足侪项的，有美国的，有中国的，有台湾的，逐项拢参加。我知影伊伫遐内底，有你梦社区有一个对台湾乡亲的关系足侪，伊的商会嘛参加足侪商会所以确定要内底伊就甲咱介绍一个商会，商会完了足侪活动的，内底完了有蓝营。白银、红银，什么故事拢有我对最近款有人写对有对，有人写对无啥对伊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去食饭的时候，我对有对啦日本的御厨大使馆的御厨我对有对伊请迄个韩伯儒，就是台湾的美商会会长韩伯儒点点来讲请迄个。台湾 AIT 的理事长定来讲，我加减仔对有对，所以伊即摆甲咱讲伊讲遐尔济，你听就是说啦，伊要甲你问个，恁大家人看面了的是最后你如果表达 one 或 two， 伊要互你选择，加减仔 feedback 互伊做一个参考即摆按照咱的惯例，请 Douglas 来做一个先一个 guidance， 看你准备要安怎进行OK， 拜拜。来，多谢大家好今日真感谢迄个郑官兄伊毋通讲伊前做100几集的这个节目伊来参加咱这个座谈会今日我很 surprise， 他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表示讲伊足认真的就对了我是讲。咱这个嘛，真感谢迄个正经传媒那个用伊迄个 service 用差不多5-6年啦6年，6年了5-6年了嘛真感谢其实讲因为最近都有的人有就欢迎我是讲也是可以请大家讨论看看后来就说这个郑宽兄伊加工也可以试看看这样。我是讲嘛好啦伊今日佫提出来讲，咱这个名叫台湾建国证明之星有较长会改做台湾建国论坛我讲这个 idea 嘛真好啦，我不要做结论啦，我是讲互大家讲看卖者假如说在那边意见的话。
该在台湾建个论坛也是可行的，或是说前几个跟我有跟赵亮兄的讨论讲，那学生班遐已经有一个节目，每个礼拜五晚上的吼，咱家是每个礼拜天晚上，是不是有可能是说干脆combine在一起也是可以，因为我知咱来用就目前 Webex 有健身馆的平台以及是台湾 US.net 的平台来用，我就无用，当时走来走去，嘛无可能讲大概拢一礼拜2遍，对他来说真的是压力很大有讲尽量帮忙假设我万一不行的话，就再想办法嘛，他正好赵亮兄有咧讲这个代志就是说把这2个节目放在一起不该是什么名呢？也是可以的，我没有意见反正我们道理都是一样，都是台湾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卖用中华民国，爱用台湾的还是讲加入美国一州，还是加拿大一省，这个都可以讨论的，都很好。关键就是不要中国管就对了，不要做people republic 更也不喜欢更那个是最不喜欢的了。我们愿意就是用台湾，要用台湾的一州，台湾是美国的一州，还是加拿大的一省，还是讲独立建立一个台湾的国家，这个都可以。我是讲 open 这个 issue， 大家讨论看卖，再考虑正好一次第一次用 Webex， 还好大家都有上来，除了1-2个还是有问题以外，其中那个 call in user 应该是范兄嘛，范先生、范博士一定这样本身都可以上来他现在说下个礼拜是那个郑英杰兄。I saw the version put in update。这样可以。这礼拜他是 OK 的，可是在下期他跟我讲说，15号那一次好像他不管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15号那一次不在那个不行的话，那就是请那个 Raymond 兄一定要比较来，因为他也是在就马上加州嘛那应该是比较那个谢胜宽兄联络看看能不能准备改这是我希望讲这个断掉至于说改名这个事情呢，我是讲同意大家提出来讨论了大家都表示意见讲你认为是不是 make sense make sense 的话 make sense 的话我们就在那就动作，这个不一定要用这个原来那个名字啦，用不同的名字我们也接受我没有其他用意，就是 open mic 大家表示意见谢谢。后来大家集思广益要安怎把我们以后路怎么走。那今天有很多来宾进来我有看到江明信可能走去call in 是正常嘛所以我们先来宾看进来的人，我们先回讲，无干那走去要找伊讲话就无简单郑英杰兄Jack 你是后礼拜要讲嘛所以你若今仔日要先大声招呼嘛好先互你讲做第二番佮过来 CP 佮过来准备来我们准备邱一峰你要准备来谢谢骆总。我讲是 Jack 是 Jack 我是 John John 还是啥 John 秋 OK 我甲迄个赵亮兄共名啦 John 嘛我即摆是迄个Jack先讲啦Jack 来你请OK 我叫做 Jack 这我想毋捌见过这个郑文兄是贾定宽谢正宽谢OK 这名定听到谢正宽
我这阵哦，我是 retire aerospace engineer，因8点的 JPL 啊，甲这个L3 吼，JPL NASA 个 L3 退休啊，即摆退休了以后，家己咧发展这个涡轮引擎啊，即摆这个拢已经摕到世界甲这个美国的专利啦吼。啊，我后礼拜要讲这个叫做台湾 Join USA，make both great again，吼，因为我是北美福和会的代理会长嘛，吼，啊，我们唯一支持共和党了，吼，啊，当然也是支持川普了，吼，这个福和会成立就是要支持共和党的对，因为福和会叫做 Formosa Republican Association， 台湾有一个 FRA， 阮是叫做 FRA of North America， 吼，这是2018年12月10号，这是李希洲长老，迄是 Houston 的迄个了解，长老创立的吼。是我后礼拜要讲的 topic 是，就是台湾加入美国，哦，台美共荣哈，因为台湾加入美国这个意义足广大的啦，对你的心理上跟美国加入美国阵营，甲上尾从要做美国一州啊，这范围足大的啦，吼。后礼拜我就是要讲这个就是变啦，毋是干那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是讲 make both great again，make both country great again。后礼拜请大家来听安尼啦，OK。这吼，你简单就是讲福和会吼，其实我转去台湾有去遐拜访吼，有去参加恁的一寡活动。过来就是台湾吼，其实 Bay Area 你毋知捌迄个皮特郭无？郭宗伊惠是共和党的代表，共和党对，伊捌做过加州的副主席就对啦，对。我即2年吼，算讲台湾商会，我拢请共和党的主席来演讲就对啦。所以其实甲共和党有真密切的迄个台湾商会吼，差不多大多数拢共和党的啦。所以这个这个吼，咱会当个继续加强。你头拄对这个这个 option 1啦 ，option 2，你有感觉你有啥物看法？我是感觉安尼啦，因为像美国美国就是对台湾是这个叫做地位未定论其实照理讲就是对旧金山合约以后应该是就是安怎讲就是应该是日本放弃这台澎就理论上是美国应该是暂时托管台湾呐，即嘛台湾的人民大部分东西要维持现状，美国也是希望要维持现状，所以在这2个框架里面看咱要从我是刚刚独立建国会改变现状这我想美国不会轻易答应的这是我的看法。好，来。过来，迄个 Raymond， 你举手，你讲呀，无，我即摆是讲我本来咧做讲咧的，所以我拄仔囡仔来咧吵，我甲带去，即摆已经我佫倒转来啊。我即个卡面也无当去我的人所以表示我倒转来这是这个说法啦伊是感觉讲川普政府即摆有即个状况但是这个状况是真的是不能做吗？还是只能做到哪一段呢？我们等一下有空的话再一起来讨论过来呢，我们刚才讲过 CP， 你刚有时间，这边我你来讲一下你的意见CP 落座。OK， 真多谢这个谢正宽，我头一遍听伊演讲，伊这个题目真有意思。以为着台湾做啥物代志，但是这论坛名，我想讲来讲去80年啊，台湾拢无干脆就用台湾国论坛就好啊，也较紧我这是我的看法啦。
安尼佫讲要为着台湾做啥物代志？哦，这个我是真有感触，因为台湾这个环境真垃圾。我是伫这方面有我经验，要甲帮忙，但是伊对台湾人、台湾囡仔无趣味，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拢相像。台湾的爱河，迄根本臭干干。迄当时我的市长和我去台湾要甲解决迄个问题。安尼伊的副市长何和尚，伊讲伊也会当做，伊会当做的时，到尾了我的市长，我是甲讲伊袂当做，我相信伊无这方面的经验。到尾了，阮怎提早结束迄个 meeting。我出来时，伊的秘书甲我讲，我等于加拿大敢会当寄我迄款资料来互伊。我讲你对我无趣味，我无应该，我嘛无欢喜要寄遐 information 来互你。到尾了，因去请 Australia 的所谓的专家去甲因解决爱河的问题。到尾了，我有几年后，等于爱河甲看，迄嘛是臭，嘛是无效呀。所以还佫另外就是有一暗，24组长了，美国打电话我，伊讲要安怎处理厌氧消化槽的设计，伊做肥料的应用。我讲我伫这方面有我经验，因为我负责伫萨斯卡州湾上大的厌氧消化槽，迄个大每一个消化槽的直径120 feet， deep 29 feet， 当中会当伫5 million gallon of shit inside。我讲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真简单会当创。伊甲安怎讲呢？伊就要甲我，伊甲我讲，伊要敲电话互台大的环境教授问看觅咧。我讲台湾都无遮大的 register， 你问因都无效嘛。伊敢若会晓上课会讲，因无实际的工作经验，所以这我是感觉，要为着台湾做啥物款，你有心要甲做，因都无要甲你接受咧。但是真佳在伫加拿大对我所做的物件，因为对我有真大的 reward， 还有个甲我真侪 awards， 我也真感谢伫加拿大的社会，还个真有对外国来的人所做的代志，伊嘛是有肯定的所在。但是我对台湾的所做，我是无效呀，这是我本身的经验啦。还佫关于这个贾先生你讲的迄个民营遐人伫1989年走来美国以后，伊嘛是敢安尼发，伊也无结果啊。迄政权伊嘛无法度通甲推翻，因所做嘛是，我会感觉伊都无迄个结果，这专制，伊佫较无专制，佫反转，习近平佫会当连任，这个是一个真大的讽刺啊！这是我以上的看法，互大家做参考，先多谢。感谢 CP 吼，这个真个有影中国的问题啊，这样你拄则较应该做一个 comment， 做一个 comment 较较省时间吼。来，迄个谢振锋删了，你较请这样做回来吼。来，这样即摆换迄个谢振邱律师，邱律师。邱律师，你的麦克风。多谢你的
多谢这个谢正宽哦，我若台湾咧参加台牌活动，拢看到伊啦。我摕一个卡面啊伫遐，迄个实在是真佩服伊啊。你安尼两番，你迄堪美国和台湾两番走来走去哦，你真正是将来台湾建国的英雄啦。迄个他拄啊，迄个因咧讲的讲。台湾现在都要维持现状，不然中共会打过来了，讲中共会拍过来。我请问诶，你即摆就要拍过来？啥物咧惊讲啥物伊要拍过来？对无？这即摆就是讲咱即个他拄啊伊讲诶讲，你若假使讲你讲要建国要安那好，伊就惊伊拍啊。咱就讲是他拄啊，我赞成 CP 讲诶讲，就改做台湾国家论坛嘛。是要去台湾立国论坛嘛不要紧这我5月18，我就咧讲迄个台湾的迄个要建国建州的迄个方法嘛即马就是讲咱即个重要就是讲，即马咱倒来即马是咧有中华民国咧甲咱殖民嘛即马变做讲民进党是咧保护中华民国嘛。国民党是咧保护迄个，那像咧保护因的中国共产党就对啊。咱即马要安怎有啥物建国的方法，还是讲建州的方法？咱看会当我是应该讲到最近你有看到迄黄仁勋伫遐咧讲，恁台湾人的台语袂使叫消灭去啦。囡仔就爱教伊讲台语啦。这就是咱的教育嘛，教育我过去做家长会长，我拢讲这你着爱囡仔从细汉着伫校，互伊叫伊用台语，逐个都讲话嘛。结果咱所有教育拢无爱教伊安尼讲，拢叫伊讲这较早是咱讲国语，着甲你开发，甲你处罚啦。即马怎啊变做讲，咱所有的媒体含迄个教育拢去用北京话啦，所以规个拢甲规个逐个，搁咱即马就是讲包含教育，搁咧讲开罗宣言，交幸互中国，结果人美国已经来讲足清楚啊，台湾是地位未定，并无交幸互中国，嘛无交幸互中华民国，但是咱的外交部长。这个林佳龙竟然讲，台湾虽然没有交还给中国，但是有交还给中华民国。你讲的什么？讲的什么笑话？对不对？这逻辑上说不通嘛。中华民国跟中国跟迄个中，拢同款是 China 嘛。我即摆讲的就是讲，即摆咱咧进行的要安怎先把这个殖民体制摕掉殖民体。就是讲即马目前咧进行的，就是阮咧甲讲，即个一中的宪法，伊是咧控制台湾人的迄个紧箍咒嘛，所以即个紧箍咒一定爱随甲摕掉。最近迄个咱的台湾长老教会啦，台湾金民联啦，搁迄个啥迄个激进党逐个咧进行讲，我们要把咱爱甲即个一中宪法。埋葬掉，来制定咱家己的宪法，安尼你较会当脱离着中国的殖民嘛，要安怎甲即个宪法，即个一中的宪法摕掉咧？就是讲，咱着爱互老百姓有迄款迄个，互因会当自决嘛。咱过去就是拢无互咱自决嘛。拢直接讲我们要维持现状，中华民国殖民当中所以讲到尾就是讲要安怎自决呢？咱爱先要求讲，咱迄个咱咧不管伊公投法讲甲问阿扁讲，迄个公投法讲不准咱自决，阿扁甲我回一句讲，咱自决是咱自决，迄公投法因家己规定迄跟咱无关系，所以讲咱就是讲，咱要安怎自决呢？咱着爱互全世界，就是讲。伫咱海外人，咱爱传播这个思想，互海外国讲，阮台湾人到即摆未自决的，阮即摆要自决，恁来甲阮监督，阮是毋是会当要求迄个讲，阮要提出迄个
自决的迄款联署案联署啦，吼，即么联署就会当带迄个中央选举委员会，逐个会当联署嘛，吼。啊，这个联署案咱提出到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后，咱较来进行咱自决的联署。啊，自决的联署以后，咱用这个自决来进行咱人民伫咱宪法互咱的创制复决权。咱创制复决权最近迄个台湾自主迄个啥林义勇迄个人民自主团体，因已经咧进行迄个复决权的联署有通过。有通过，啊，迄个联署就是讲，甲迄个宪法诉讼法甲废掉嘛，啊，所以讲结果无彩啦，逐个联署尾也无通过，但是已经有进步，逐个差不多有13万几个人去联署啊嘛，啊，这就是咱摕着咱的复决权，甲即马立法院遐毋是咱的选，毋是咱台湾人的立法委员甲废掉，咱另外用咱的迄个。宪法以后变做讲，咱选咱台湾人家己的立法委员，莫讲什么金门马祖迄边也选出来咧，甲咱出卖咱台湾人，吼！啊，咱甲迄个以后怎啊变做讲，咱甲台湾一寡遐的内部的迄个全部迄个中国的迄个名称全部甲去掉，去掉以后，咱台湾就咱建国，这就是我讲的，咱爱宁静革命啦。林正，咱莫讲啥物要宣布独立啊，要安怎？迄款拢无必要。咱着点点啊，甲即个遮中国的遮体制，规甲赶掉，吼！啊，将来你遮中国人来台湾的吼，遐非法移民像迄个川普共款，有哪甲赶掉？吼！所以讲最近川普拢有讲一句话嘛，讲台湾 is 台湾，啊，搁另外迄个蓬佩。迄个国务卿，伊嘛讲过一句话，中共想要利用台湾的公投，把台湾统一掉，这是足危险的代志。所以咱内部就爱先改革，改革了，咱较来进行咱这个团体会使创一个台湾国家论坛来讨论讲咱要来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是不是啊？再来讲，即摆有3个人啦，你若要做一个comment，较袂较了解，只是累积太多，一下记不完吼。好，这个 Jack 讲哦，这个胡和会啊吼，真欢喜，就是有算讲对网络上还佫加一个算讲讲会来就对啦。上回我了解范围，大多数的人拢是支持共和党的就对了吼。佫他拄啊。对了，我的那个那个 OS system 太等于说旧版，他要我用17。迄个。伊可以的吼，伊可以。我不知道，我用我太太的，我就是想用啊。那个范博士，请你把那个声音关掉，范博士。范真秋袂晓用啦。伊可能我即么先甲这个伊先甲声关起来了。我看嘛 participant 范正昌兄，我请他关掉电正昌，我对不起啊，江会长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的那个 OS system 旧的，他要我那个 update。OK， 就当到了。你的麦克风先关掉，那你要是没有办法关掉，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我把它关掉，我就不要讲话。我要关掉，关掉。OK。所以这个真欢喜哦，有这个机会甲 Jack 知影讲胡和会会当甲大家交换意见真好吼。佫过来 CP 讲这个民运啦吼，因伫遮成就无讲较明显啦。中国嘛是佫习近平佫咧去坐台吼，佫连前连任吼。毋过中国迄款专制所在吼，无遐简单啦吼。总是咱会当讲因伫即个网络世界吼，因确实做了比咱较先进的对。白咱嘛用足侪时间咧，伫即个
论坛嘛吼，啊嘛去伫即个算讲即个证明至少嘛6年啊咧，啊6年内底咱目前拄着一个真大项的，假是讲一个即个issue，是讲川去访问中国，咱敢会当提出一个真好的即个论坛出来吼？啊，结果人因差不多，每一个人拢咧讲遮个 issue，啊，拢会当放伫迄个 media 顶悬，互大家去参考去讨论安尼。啊，台湾拢会有啦吼，台湾几啊台拢做了报了真好。我就是讲，咱伫海外遮个朋友啦吼，大家所谓遮个台湾的精英，应该吼，即个会当学习啦吼。啊，库律师讲的真侪拢有同感啦吼，就是讲做。即吼，台湾确实需要进行即个国家论坛啦吼，就是讲要安怎会当进一步吼，才会当做行入去一个吼，算讲莫阁像目前的即个中国的，中华民国的一直讲做啥物一中宪法、啥物换国法，迄拢无较抓就对啦。非常同意，就是讲中华民国。确实无台湾的主权啦，吼，这确实是有影，但是因着用安尼，过去咱伫学校读册，从教育的都是安尼尔，可能因捌的嘛是敢若安尼尔咧，就教科书就甲因教说，就开罗宣言，就台湾就伊中华民国就有台湾的主权，其实这就无影，咱即摆拢会当查到一寡资料，吼，这佫离足远的就对啦，吼，好，以上那个，咱过来，咱个找 Raymond。第二个阶段吼，要来请那个铁劳吼，来是迄个钟永兄吼，搁在赵荣姐，你们做第2轮的第3位吼，这样做一个场面。铁劳，你敢有准备好势吼？你也莫讲啊袂几，来钟永兄甲迄个赵荣姐吼，多谢多谢，今仔日安尼讲。遮个迄就是讲，因遮个支那人吼，来到美国因伫遐咧努力啦吼，因会当利用讲伫即个美国个社会内底咧做安怎咧创造因的遮个团体吼。我是感觉讲，这可能有哪真侪咱台湾人爱学啦，咱台湾人有当时啊，可能因为咱有。较好的条件啦，我会感觉可能咱本身拢有较好的条件，所以诚侪咱全变做拢家己咧做。不过要讲以前吼，我想有一个问题啦，我会感觉咱想要诶即个平台吼，这 quality 无讲诚好，就是讲我常在拢会发现讲人咧讲话的人怎啊？伊的声怎啊无走出来？是切，是迄，这是到底是即个平台本身的问题，是讲就somehow是遮个使用者的channel的问题？但是总是我伫真解就是讲过去咱咧用的时候，我感觉啦，过去咱伫迄个正经传媒咧用的啦吼，那想诶较顺啦 ，OK， 这是我其他这个感觉，我毋知别人有感觉无？所以若总讲是真正这平台有问题，安尼这就袂当考虑这平台啦。我是感觉有当时哦，咱若咧做工课有哪基本的物爱创个好势啦 ，OK， 这是我一个真担心，我前头拄仔一直。所有诶人讲话，我拢发现讲拢会听伊，毋知是我家己诶线路诶问题吼。OK， 这看恁大家感觉安怎 ？OK， 好啦，咱就讲倒转来吼，到底讲台湾人要做啥？有当时啊，咱可能爱足注意啦，就是讲咱诶名 ，OK， 到底咱要号啥物名？号啥物名是会当去吸收？什么种的人可能对咱会较有趣味，会较要来参加啦？伫即点伫到现阶段啦吼，伫咱的即个团体号什么名是对啦。如果你若号一个奥名，足侪人根本就袂来 ，OK？你若号一个讲要甲
钱若统一，根本台湾人走了了 ，OK。所以号什么名是要吸引什么种的人来参加啦。啊，至于讲号什么名，了有什么之强会安怎反应，美国会安怎反应，迄无影人，咱还无到遐强啦，免你烦恼到遐尔啊济啦 ，OK。所以应该是较注意是讲，咱爱要吸收什么种的人 ，OK， 这个较是重要。啊，要吸收什么种的人，可能就牵涉着讲，啊，伫现阶段，咱这台湾人的这个民族运动的过程，到底是爱用什么种的口号，会当吸引较侪人 ，OK， 吸引较侪人啊，就要参与啦。我是感觉讲，可能爱为遮来考虑。啊，第二，就是讲迄名吼，我过去我实在是歹势讲啦，迄号什么名爱短短啊，啊爱足准确安尼就好啦，毋通号较落长啦。号迄种落长的名吼是毋对的啦。OK， 所以迄本来你若讲正名出现，坦白讲，我是感觉正名出现就好啊。啊是安那到尾啊，就搁有一个，就搁甲我，就搁建构，就搁啥，讲解释到一大堆。迄个名本身毋通安尼号甲落长，迄号甲落长哦，咱大家听了就神。啊，要讲个歹讲 ，OK。所以实在是爱简单就好，你会当去讲，互人伫经过伫一个过程内底。了的物啊，就会当凸显出到底咱是要做啥，咱的思想是啥货。好啦，这是我的看法啦吼。OK。我来，赵荣杰来哦。我。这样先来。你头拄讲我先，我就先讲，我嘛拢准备好啊。有。赵荣杰唱行真久，无要紧，互伊搁等一时啊，我拢讲足济。OK， 我准备好，先讲第一，多谢迄个咱秘奖。哦，咱这个论坛内底吼有3个奖啦，哦我真知我叫做我上少年的说 Johnny 就好啊，我是 Johnny Young 吼 ，YOUNG Young 哈，所以我头拄有甲你写一个 message， 要甲你讨你的 PowerPoint， 你若有方便吼，才传发。啊，回应你所提吼，啊嘛回应 CP 啊甲 TED 拄正的问题，甚至做伙 comment 一下吼。迄个，你咧讲要选啥物？当然，咱就 give up 头拄啊，迄阵进前遐台湾啥物建国证明之线长迄吼，提掉改做either台湾国论坛，还是台湾建国论坛，而且较简单。啊，英语 no problem， TNBF 安尼就好啊。这是我甲你的回应吼。啊，大家。有啥物意见就发表。啊，拄则TED讲，我讲即个声音一丝啊拢无问题，所以是你家己的问题，请搁试一遍，吼，我是无问题。安尼好啊，吼，安尼换赵荣杰，即摆互你来发言。赵荣杰，你好。你好。对，你好，谢正宽，好，你好，谢先生，好，你好，因为我是伫湾区大汉，所以我只要有国际日报吼，他们太平洋时报调看到你投书啦，我看到伊个投书安尼啦。对，啊，我是讲你和彭文正实在很熟嘛？你和彭文正？呀，我时代附中的，伊也叫我学长。学有，因为我有一摆吼，我有看到伊啦，伫夏令会时阵，伊就夏令会，我迄阵大概是2017、2016的时阵啦。啊，毋过像迄彭文正，你会使，你知影讲吼，伊的内幕讲为什么伊即马吼突然改变？因为像迄彭文正吼，其实即款人伫咱台北吼，对我们打击足大诶。因为即马吼，我有甲大家讲吼，咱台北足可笑诶吼，就是我不太信任任何人。我的理念就是讲吼，我认同咱的。那原则，那主张，那 get 的，但是我不信任任何的人吼，都和任何的团体。我之所以咱你认为讲你是台派啊，比如讲像彭文正啊，是讲黄国昌，甚至在施政风吼，啊，结果搞最后拢是改变安尼啦。啊，我是讲彭文正伊讲做受气就是讲迄时阵，他说是迄那时候蔡英文的博士的案件。啊，我感觉足奇怪，如果伊认为讲吼，那时候迄那蔡总统、蔡英文吼，也博士论文有抄袭，迄时那时候2016年时阵，为什么他没有讲？为什么到2020年，那时候蔡英文被连的时阵，伊在高国讲，
所以你会使，恁大会使讲吼，因为即摆台派吼，感觉三教九流的人嘛足济安尼啦，所以就是讲咱是说三教九流的人吼，对咱台派吼的名誉吼，就很那个很伤，因为吼，咱顶摆有讲西鲁岛吼，一个人竟然讲吼，给写吼习近平一个公开信，讲吼咱台湾会使什么变他的特区，但是我们可以高度自治所以你会使对这些我只算疑虑吼，咱大家咧讲一下无？好来，有啥？这样即摆有3位吼，你敢加感谢 brief 吼，一下吼。感谢恁三个提供真宝贵意见。听吼，我想即个头拄啊 Johnny 已经有甲你讲，就是讲咱所有节目拢有录音啦吼，所以你会当搁回若有搁甲听的时阵吼，伫遮听着应该是 OK 啦。所以可能你遐接受的可能小可吼，我毋知影是 what's going on 吼，但是so far伫遮我听大家讲入来的声音拢听有啦，拢会使吼。即个考虑点我完全同意，就是讲愈对愈好，这完全同意吼。这真好的参考意见啦吼。过来就是即个 Johnny 你的鼓舞吼，即个我想看法就真接近一致啦。咱即个平台，因为吼爱了解就是讲，彭文正伊也有一个 team 伫做，咱遮吼敢若其实是我一个去摸索出来的吼，伫 Webex 即个平台尔。若要做到讲真 perfect 的时阵，可能爱有一个 team 就对。但是咱即摆即个明王兄迄边，咱也无要甲伊用即啥物资源啥拢无吼。我其实嘛是 volunteer 甲伊帮忙甲伊 help 安尼，就是讲台湾人看会当吼 team together 爱甲代志做好无？咱还佫努力的所在佫真济咧，尤其是伫媒体即方面，还佫甲这中国出来这网红吼，因毋知安怎去学的，因大家学了拢无简单就对，拢每一个人拢有拢有一套就对了吼。所以伊真济所在值得咱去学习啦。走拢济吼，你讲的有影确实我同意啦。这台派有影三教九流拢有咧，你像最近这个小年对无吼？伊嘛是讲喜乐岛的喜乐岛的咧。嘛讲起来嘛是好，这正台派的，结果若伊讲伊要去接受着中国的这个要放弃台独，这不管伊是正讲啊倒讲啊吼，迄拢总是咱听袂落就对了吼。所以这家己心中吼有算讲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存在啦吼。我真欢喜讲做迄个健身房吼，伊讲鼓舞大家讲单位。但是吼，咱都无机会讲去拄着健身房。我要甲伊 challenge 就是讲做，AI 是伊即摆伊个公司上界流行的呢。哪会台湾人？咱即摆咧讲用伫做节目对无吼？咱所有的录影，迄个 subtitle 拢无法度走出来。你若用英语讲的时阵吼，咱假使讲今仔日的 talk show 若讲用英语讲的时阵，迄字拢浮不出来。所以这 big difference 就是讲做。台湾人爱佫努力拍拼，空间还佫足济就对了。是安怎？迄个软体科技即马 AI 上发达啦，尤其是黄仁勋的伊是这pioneer伫这个方面上界先进的所在。单位大家拢希望要讲吼讲得好，迄个 subtitle 来当出来加分加偌济咧呢？所以。我捌试过真济遍，就是讲我若去甲像讲去找何瑞妍，我头到尾甲伊用英语讲的时阵，迄字拢浮出来，伊嘛足欢喜的。伊讲哇，这吼，大家若甲我讲话拢爱录影就对了。我大概甲伊讲话拢用录影吼，所以迄拢有subtitle出来。但是咱今仔日舞几步讲几步拢无字浮袂出来所以这个吼，算讲台湾人爱佫努力的空间还佫真大，不管是科技也是这个软体方面吼。大家加油啦吼！过来 ，Raymond， 来，即摆吼最后一轮吼，来请迄个赵亮兄吼
过来是迄个曾昌兄，搁我3个人最后一次吼。因为before开始讲这以前吼，第一有你讲迄个Webex 较好，也是 Zoom 啦吼。按目前吼，前届我伫台湾的时阵呢，会长有张文基会长有请我讲去甲便松甲伊倒写一个啦吼。便松就是仁爱路3段，伊去到地方讲便松多谢你甲帮忙。伊有一个 team 有两个人做伙伫遐，2个少年的吼，所以虽然是彭文正是老板嘛，但是这闽兄这2个少年呢，做代志人足紧的。你这样拄有讲到一个讲这个中国媒体，我拄这2日看到一个曾飞啦，这个曾飞伊讲我即摆10万人的 user 10万人甲我画赞参加 user，曾飞是倒遐人，我听伊讲话真犀利咧。伊讲伊是中国啊，但是即摆去伫迄个Australia 吼，伊讲话呢，曾飞啦，他就变成那个节目讲起来很犀利。他的工作他有4个团队，他自己本人是伫台面上，下骹有人咧做分工所以有的人负责选稿子，有人负责做什么影片，然后做什么，所以我们照这里面所讲的。丙松嘛2个人，真会要有4个人。我们这样这边呢，我看了这样几个人，拄好有囝有人写的义务帮忙所以都跳美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了好成绩，我们人力上面应该要互相来体会了至于 Webex 跟 Zoom 应该都不是问题啦，这2个。Zoom 如果说是因为中国媒体有什么中国的控制，那是另外一回事。Webex 应该是我们常用的媒体，应该都不是问题。至于刚刚使用，有些人不太习惯的话，那可能是要多用几次以后，我们用其他节目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问题。OK， 那我们现在继续，先请那个 John， 然后请那个范振昌哥，我们最后第3轮谢谢，来 OK。我是蒋，咱遮有3个蒋 ，OK， 所以我是蒋手，但是咱阁有一个蒋手，足成的，所以有一点混乱，但是今日真欢喜来听迄个谢正宽的演讲，今日的演讲真精彩吼，伊住伫北加州，所以甲北加州内底。迄个所在总是拢是伫美国内底较闹热的所在，中国人我足侪住伫遐，所以伊有真侪观察，咱伫外口的人听着，感觉讲是真新奇，也是我是真讲有知识的增加，真多谢吼。迄个先讲即个我是赞成咱的名由原叫做正名制宪建国迄个。座谈会安尼也是讲研讨会安尼，原因就是讲咱拄开始的时有讨论了真久本来是正名制宪，尾佫加建国，因为建国足重要的，所以就变做即个名。即个名有伊甲别个所在，其实台湾建国论坛有当是真好啦，毋是讲毋好。台湾建国论坛伫遮尔久的10几冬的时间内底，敢若有几个所在嘛是拢有咧叫即个名，所以我的看法是讲伊有一个背景啦，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讲，咱要讲的时阵，毋是干那讲较硬迄方面的建国的代志，就是平常时的正名制宪有人要出来讲所以咱5、6冬的时间内底嘛有黄崇佑是几个人出来咧讲制宪的问题。有哪有几个政党较 soft 的，因对正名真会当接受，对建国因就干那只要讲1、2句话，我就搁再接落去所以这个目的毋是伫叫逐个人拢都爱讲建国因为安尼无你较有寡人就无话通讲咱若阵会当甲 topic 用较快的其实上到尾的目的嘛是伫建国Raymond OK 然后关于讲迄个民运分子因即马伫6冬前，你还阁无看到足侪人出来咧做网红讲了诚成功即马变做足侪人，这有影因的进步诚紧咱台湾人一个缺点就是讲
咱的中文，咱的迄个汉语较袂晓讲，所以你伊咧都爱用中文来讲，啊，所以若讲啊，就是讲输人吼，啊是讲你用台湾话讲，吼，啊有诶台湾话讲甲足水诶，但是翻译都翻译袂出来，所以有伊即个缺点，所以即个物啊，满满就是讲咱逐个人爱搁努力，啊，但是我无感觉讲是咱台湾人无人才。只不过是因咱受的教育，足古早咱是敢若受日本教育，所以有出寡日本话漳沟讲的人出来，然后战败了后，遐个人变做是煞互当作是无知识的分子安尼相共吼，都爱搁对头啊有中文，啊咱遮个人中文拢会晓讲。但是呢，你讲甲遐个较标准的话，咱的字就讲袂倒转来。我定定嘛是伫互阮太太甲我笑吼，讲我迄个字拢袂清楚安尼。啊，不过后来想讲，我年纪我足大啦，毋免搁训练，搁较精确啊，差不多会通就好啦吼。就安尼继续讲落去。啊，最后我是要讲，像我今日吼，赶顿来有较慢起来。就是我去参加，阮生仔岛遮有一个6·4纪念会吼，伊嘛是中国的民运分子出来举办的吼。我本来毋是讲足想要去的，伊就敲几下电话来讲，叫我一定爱去安尼吼，佫叫我去请处长，叫我去请啥物其他的社团的会长，就只好勉强甲帮忙安尼。结果遐个处长啥拢无人敢来。有一点可能是处长是新处长吼，伫即个所在伊要安怎创，伊还佫毋知咧，所以就无反应安尼。结果台湾人去诶无几个安尼吼，但是呢，伊正后办呢，伊咧办诶时阵足侪共和党诶人拢来，基本上差不多赞成因遮诶人差不多拢是共和党。虽然讲阮生仔岛遮吼，共和党是足弱诶，大部分拢是民主党诶天下。但是呢，因遮共和党吼，较 passionate， 较对正义吼，会不满，会出来讲，所以规个节目看起来嘛是真闹热吼。我无想到讲伊也叫我去哩讲，所以我有去哩讲遮临时吼，也无准备讲遮2-3分钟安尼，嘛是因逐个人甲我拍扑安尼吼，所以逐个人拢在努力啦，伫家己个所在、家己个地区拢无相共。迄个台湾人要独立这项代志是必要的，是一定都爱成功的。不管咱是足够讲华语，还是袂晓讲华语，足够讲英语，还是无啥会晓讲英语，但是甲迄个基本的人权、基本的台湾人想要建国这种物啊。不管是由迄个民运的分子甲咱赞成，还是讲咱家己要努力，咱拢都爱努力去做。这届这个6·4纪念会迄个主持人啊，伊古早时我捌伊足久啊，古早时代伊嘛是我含伊讲着我赞成台湾独立，伊嘛是讲某，咱拢是中国人咱爱甲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去，迄个时阵是安尼讲。慢慢我含伊做较久交朋友交较久了后，伊即马拄着我，伊讲我赞成台湾独立。所以影响一个人都爱时间，但是你爱努力，你才有度影响。真多谢谢正宽甲咱讲遮济，我希望以后若谢正宽肯甲咱帮忙，咱会当继续安尼甲做落去。迄个彭文正遐虽然讲平松遐和彭文正的关系也无遐深，但是总是瓜田李下的代志变做愈来愈明显除非彭文正改变讲，伊即马赞成台湾独立要不然的话是离伊较远较好，这是我的看法安尼这小玲伊啥伊会当代表迄个喜乐岛，甲大家讲伊赞成这个代志，所有的喜乐岛的人员，包括我嘛是足积极的支持者，我嘛拢毋知影，事先毋知影，事后也
绝对不同意啊，吼。所以这是大家人来研究的吼。OK， 好，多谢，我就讲到这。来，现在请那个范振昌范博士的纽约跟New Jersey来绕绕。范振昌，你的电话，你的麦克风打开咯，开始咯。咦，可能可袂晓用的款。那无 Raymond 你先讲啊。这是啊，无我先讲吼，范振昌甲你报吼。因今仔日吼，若要讲台湾的代志吼，还是美国的代志吼，都要注意到有2件事情很快会发生。美国11月初3要期中选举，台湾11月28要9合1吼，所以呢，有些事情如果造成 impact 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迟早要做啦。但是如果开始 impact 拄啊好存不了久你会有一些反应，然后最后会尘埃落定。在还没落定以前呢，如果会造成困扰，那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子，怎么样注意到这2个时辰最近川普政府去讲遐有诶无诶啦遐讲一堆讲我们听迄个习近平讲啥讲我听到，但是我们边高层规律要来拍这个赞助者这个事情爱考虑考虑。做侪人解读讲，伊讲台湾无要支持独立。不过你若听迄个 AIT 听潘佩奥咧讲的时，你就听讲就无遐尼严重啦，伊就讲话拢安尼啦所以你若真正要家己讲，家己吓惊讲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大家拢免去那这样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听小林听到做袂介意啦小林是讲啥？伊讲如果一个条件1、条件2、条件3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你中华民国可以跟中国并在一起没有问题啦但是你这个1、2、3伊不要嘛，跟你讲我说的是反话啦就讲这个反讽的话啦，恁若这边来甲骂你就注意看清楚啦。我知影我讲这个话一定会互骂啦你甲看清楚。所以呢，小林就是讲，我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表面上讲的？你甲骂小林是要安怎但是我们会使我个comment讲小林啦，这台湾人大家拢足无幽默感的啦你讲迄个话那教授就可能一板一眼，你讲得病的，伊就甲你骂啦讲家己惊到要死，家己自己找自己的麻烦的挺多啦所以我讲，既然台湾人无幽默感，你就不要故意讲那些话了不过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件事情，马英九交那个萧立成底下抢来抢去马英九。知影讲，看伊做袂介意诶，直接讲要讲中国啦因老爸叫伊来，这个思想，伊是直接讲咧想这，但是2021个摇手诶时，马英九摇手要选市长诶时，马英九讲我是新台湾人，伊诶想法就是讲我是喜欢跟中国在一起也目标但是我是希望能够保持我们台湾民主自由所以伊去年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伊讲一句讲，我们台湾希望能够2000的前途由2300万的人民来决定这碰到中国国台办是碰到王沪宁的红线啦所以中国就感觉讲这马英九袂用劲，我即摆找一个人来找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已经找到，这个这个郑丽文他好用，所以又要转过来。那这样子的话，马英九现在萧旭成跟王念慈他们自己想讲我今摆要刷场但是有一些个人利益，那马英九变得讲不太同意这2个人。到处去用他的基金会名义去收钱然后地位到底下去
啊，然后这里边呢，马英九讲啊，这都没有记到我们的账里面来，所以呢，马英九有几块反对意见的时候呢，家人来讲啊，马英九你是老人失智啦，我跟你讲啊，你拢袂记住。马英九讲我哪有失智啊，所以伊的老搭档，我们知影金溥聪因过来交易关系是关系到那里，那我们不管他性别的信号起属如何，金溥聪是比较接近于捌做过驻美大使的人哦。伊甲讲老长官，你互绑架去啊，人要甲你讲你是失智啊，你是戆人啊，这无路用啊。因的家属是讲马义兰跟因的家属讲啊，好啊好啊。你摸来摸去的心，对我们男人都没有好处。那你就假装你是失智好了。但是马英九、金溥聪讲别赛啦，我们有人格了。你把我的这个总统侯一波恭维，所以这两个人在这边抢的时候呢，已经刑事提告，刑事提告没当撤案的哦，所以最后呢，各位很清楚，萧旭成跟那个王念慈会是得到什么答案？因为伊收到台商的钱啊，拢有翕相啊。因为伊讲我收到钱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就表示说，我有收了钱啊，这样有收到了。你要经过谁来谁，我有收到了。他们一般的暗示是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预计呢，郑丽文虽然恭喜明仔载6月8日、6月初2，台湾商会伫 Force City。讲要来个欢迎，要来拜访啦。不晓得谢正宽你是台湾商会的人，我今仔日有听讲是已经改变去啊，唔知继续无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郑丽文来，那会变成怎么样的结果啊？但是郑丽文交情较大，川普要见，讲要来见川普啦，带10几个人，但是没有萧旭成，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马英九跟那个郑丽文，他们国民党内底会抢来抢去，那台湾唔敢做的代志呢，就用马英九跟那个萧丽人来做几挂代志。为什么呢？我一直在强调说，因为这个卖台集团要把台湾卖给中国，那马英九的路线的不同，所以他觉得很不喜欢，所以互相提告。那但是呢，如果是中共可以选代理人，那台湾有什么办法处理呢？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呢，他们中国方面说是我们是同胞。我们在谢正观的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讲说，现在非法移民是美国主要的考虑，也是欧洲主要的考虑。因为欧洲的穆斯林的移民已经10%、20%一直上去了，所以荷兰、德国、英国每一个国家都是问题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说中共呢，很多问题之下，在总加速师的支持下呢，很可能会得党啊。如果得党了以后呢，中国难民、中国移民跑到台湾来，那说是我们同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所以我有听到说，以前有提到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应该要变成难民法？是不是有中华民国人民代理法？这种考虑到时候有依据，要不然靠你一个陆委会它有一个什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把它当作同胞来，伊倒打了所有14亿，就咧8亿、2亿搬台湾来，你要个救济，你是敢会有看见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是觉得我讲的也许多了一点，但是这个事情呢，如果11月份选举没有办法成功，不好提。但是明年2月28号离开11月23号、28号9合1，只剩下差不多1年的时间而已，也是马上要接来了。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难民法跟那个人民关系代理人法一定要推上岸，要不然很快台湾就会拄到世界大灾难。这个事情呢，原来有人提过，而且也提案了，但是民进党在那个蔡英文的认知里面，自己人把它毁掉了他是为了什么原因自己要把这个关系法你毁掉所以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教示是什么？正名制宪呢，还是建国呢？我知道我们的最后目标一定是建国。那建国的时候呢，是应该要什么时候来改这个名字？如果你考虑到9合1，考虑到还有考虑到那个川普的11月23号期中选举，那时机可以看看什么时候改。但是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建国。这个也许讨论到说是51哦，那当然我们尊重51州的提案哦，但是51州提案呢，也没有一定比我们的台湾建国更容易。尤其川普政府一定贡献的代志是在期中选举以前讲的，他手段跟他的最后目的应该不完全一样，最后也会有水尽峰回路转。已经上帝说台湾你不做。我已经出手了，让马英九跟郑丽文已经开战了，所以台湾你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沈伯洋应该可以达到了这个蒋万安很多地方选举，我们并不是会那么样的悲观。那如果赖清德政府老是忽略我们的所有的需求，我们也应该跟他想说，我如果反对你。会对美国有损害的时候，美国老大哥会跟我们提。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你卖狗干，我们永远可以继续支持你。谢谢。OK， 好。那现在呢，应该是赵荣杰还有那个范贞昌，你们2位呢，谁已经准备好？赵荣杰，你可以先提一下好了哈，谢谢。我Jack， 张荣贤。这个 OK， 我会使讲袂？你先讲一个好，因2个未随开。有2点啦。第一点就是讲，你拄仔讲51州吼，其实我拄仔讲台湾加入美国 ，make both great again 吼，51州是我们最后最不可能的选择。OK， 因为这个范围是足广的哈。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叫做 COFA 哦，我想我下礼拜会讲但简单的讲就是说，它叫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就是自由协定，就是即马有3个小国，太平洋小国，就是帕劳、跟像 Micronesia 跟这个 Marshall Island 哈，这3个都是独立的国家哦。但是它跟美国签约有那国防意外的保护哦。这很多美国的学者有一些像那个吉奈斯啊这些认为这 COFA 是很适合台湾的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也是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国防，所以美国可以到台湾来驻军还是建立基地这是第一点我下礼拜会比较讲清楚第二个就是讲，谢谢。现在这个谢正宽你如果讲台湾没有这网红就是这个斯坦我们跟他有 daily basis 他们 interaction， 因为非常支持台湾加入美国也太太是台湾人我跟他有差不多真 frequent 的一个 interaction， 斯坦有314000个 subscriber 所以算是台湾里面，他可以算是台湾派，因为他没有团队，他只有他跟他太太，他太太台湾人我常常跟他有联络，就是说斯坦到这里的时候，他都定去街访美国的一款 LA 啊，你 San Francisco 嘛有，现在你UCSD， 你是圣地亚哥做教授，高给队来家，都在南加州了OK，他非常支持，他去街访，大部分的民众都喜欢台湾加入美国了，因为台湾有，伊来讲台湾伊唔知就讲，你所有的手机用台湾做的，我即卖 AI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讲，这台湾对美国实在是太重要，因为麦克阿瑟1950年韩战爆发前夕就讲，台湾若叫共产党提去美国都倒啦，都输啦这个前提非常重要了那后礼拜。我想你谢礼拜聆听来讲来听啦
赵荣姐来，你要讲呢，举手的先互你讲起来，哦，好来，对对，我就是讲最后吼，我两句话要嗯，甲大家讲，就是第一件吼，谢好，先生吼，就是讲我其实咱台湾吼，我感觉讲台湾的网红，我啥物咯，我有写过，就是讲其实咱袂输给中国啊，是甚至在南韩那边嘛，但是咱台湾就是个问题，就是讲吼，我们缺乏整合力，咱台湾人才哦，特别是像那媒体啊，是讲影视的话是有啦，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们的宣传能力、包装的能力，还有咱整合力无很强，我第一点，因为比如讲那些网红，像89，伊就是讲做好的，因为像89的观众嘛，包括讲就是说一些。中国的人讲的民营人士啊，是讲其他华语圈支持民主，甲他们给打光共款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也不要什么太妄自菲薄，第一点。所以所以就为时阵吼，就是讲我伫咧留言嘛，我就是讲咱台湾加油啊，咱台湾其实做好诶，咱做好诶就是讲咱台湾有没有这个潜力，让我这个实力，但缺乏向心跟整合力是第一点。所以为时阵大家就加油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有关今年的年底的市长选举吼，就甚至讲吼，咱沈博阳无法度动算，但是咧我有写讲吼，上重要是讲透过大罢免。啊，透过像沈博阳出来选举吼，就是讲这些举动可以更加强化台湾民主，最重要是讲我们可以大幅提升咱台湾参政的品质，因为这些是咱台湾绝对需要是国家进步的话呢，咱的一些参政的人，那民意代表嘛有爱有一定的品质，那当然公民的话要更加的参与咱台湾的政治。谢谢赵荣姐的意见。然后蔡正昌，你刚有准备好势咯 ？OK， 还没有出来，我们先请邱一峰小可补充一下，最后就请那个郑宽兄来做 conclusion。大家咧讲到迄个迄个喜乐岛联盟吼，伊创党的时阵，我去参加嘛，啊，我接一寡党员入去嘛，啊，其实就是讲，这个过培红吼，伊当初是用人用了毋对去啦。哦，当然，伊请彭文正啦，啊，请迄个施正丰啦，吼，啊，因去遐舞甲规个头啊选举的时阵，因着我老实讲用作弊的方式去咧选举啦，选中央委员啦。啊，我迄阵去报名，伊就调监无爱甲我摕入去迄个选举的名单内底嘛。啊，尾仔就用迄个哦，因创迄个啥物前额连续法啦，啥物啊怎规个家己怎学爸母？啊，迄个小小林吼，当初伊有捐出一钱，互迄个可能有捐钱，互迄个喜乐岛联盟啦。啊，所以毋知迄个郭培宏一直甲重用嘛。啊，重用即个迄个啥物啦？迄个小小林当初伊迄个去互迄个郝龙斌甲开除啊了，伊就叫我甲办伊的迄个行政诉讼。啊，我甲讲吼，迄个伊讲柯文哲会让他恢复原职，我讲无可能啦。迄柯文哲是咧讲白菜王嘛，吼啊，结果尾仔真正无甲恢复原职，啊，小人就甲我骂甲，甲我骂甲臭头，你知？吼啊，即马即个人吼，伊做迄个伊的党主席吼，实在是有问题啦，吼啊，我是迄个过去。我本地是想甲喜乐岛联盟含一边一国行动党吼，看会当甲结合起来，啊，结果因含阿扁发生纠纷嘛，啊，发生纠纷就为着迄个讲办活动爱出钱的代志，啊，毋了到尾啊，两个平台分裂啦，啊，足无彩的啦，吼，啊，当然即马时间有过头去啊，吼，呀，尽量减少咱来当后边请郭培宏来讲互清楚，因为。郭培宏含迄个罗仁贵，因顶几日有发表声明，讲哦，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跟中国什么那个统一的问题哦。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黄仁勋最近咧讲到迄个台语的问题嘛。啊，这台语的问题，黄仁勋捌讲过，讲伊的 AI 会当甲咱台语翻做文字嘛。我是希望咱来做伙拍拼看卖啊，因为过去咱少年时代，咱拢会拄着咱较早迄个台语的网红，你知无？即马拢无台语的网红啊，拢全部迄个北京语的网红啊。吼，所以讲咱也会当看会当含伊安尼合作起来吼，甲迄个咱迄个将来创造一寡台语的网红，安尼咱较会有法度通进行这建国的迄个教育的工作。哦，就这样。谢谢。
呀，范人章，你有问机会范正章吗？要不然我们请谢正宽来好，好，多谢。呀，正宽兄好，来露露哈。迄个拄啊吼，迄个赵亮兄吼 John 吼，讲真侪点真赞啦吼。其实湾区吼，过去咱甲迄个 Tibet 啊吼，迄吐蕃的迄个社团不是有来往吼，所以假使若互相会当支援的时阵，应该爱较侪去参加啦吼。伫即个成长的过程内底啊吼，互相拢拢有法度 cover 得着吼，所以会当去参加的人真少啦，但是你若 available 吼，鼓舞你继续去啦吼，这较实有影。那么所以这个website 的名将来要安怎用，我看大家决定了安怎才迄个吼，但是上无积极的迄个袂当写 EP 就对啦。你若要继续讲246个吼，但是迄个名莫用 EP 啦，就对吼。因为无你就用海外网还是 TS 啥咧吼。这个才大家想要再个参考看觅。Raymond 讲了真侪点啦吼，你讲这个对这个小小林的讲法吼，伊虽然是讲高度的自治啦吼，假使讲 if 啦吼，假使用安尼讲的话，但是香港人嘛拢知影啊，所以伊要用安尼模棱两可吼，上好是较莫讲的较好，大家拢听有啦吼。伊是讲要倒装句，但是都即款的社会吼，要倒装句的时阵真困难啦。马英九甲金溥聪，我想金溥聪是较有 action 啦吼，即伊较是有 action 就对。即个上尾你提到迄个真好的思考点，假使讲中国若倒打的时阵，若遐个难民走来台湾的时阵不得了呢，这要安怎吼思考？我想台湾必须要做真大的即个沙盘推演吼。当然，家己本身要先起来去才对。台湾吼，绝对咱毋是中华民国啊，咱毋知影讲即摆政治人物，伊到底是茫讲有一日要搁转去中国要去共主政，还是啥安尼想无咧吼？这无必要讲，算讲也要代表台湾，也要代表中国。你若讲敢若代表台湾，你着正式讲嘛。你即摆迄个。伫宣布的时阵，搁家己正式迄个做一个声明的时阵，嘛讲即摆新的台大的解释方法，就是中华民国独立，即个毋免讲，这国际无承认嘛，国际像我捌挂议文就讲甲足清楚啊，中国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 take over 对吼，而且伊是。用中国的名称进入联合国的，伊毋是新独立的国家就对，伊是继承的就对了吼。尾即个Jack 吼，伊讲 make both great again 啦，这真好啦。后礼拜才听伊Stan 吼，其实我若甲有真熟啦，伊顶边有来吼，总是伊是波兰的人啊，毋是太太是台湾人无毋对啦，但是我是要鼓舞讲。咱海外遮侪台湾人，对吧？大家嘛拢用足侪时间，嘛真拍拼，拢咧替台湾咧思考，应该有法度产生一个、两个吼，甚至较愈侪愈好，就是讲足侪网红会当迄个吼。知影讲台湾海外网是蔡明芳所建立的吼，即最近差不多每一工拢超过300万人 hit 吼，这是真无简单的，我想。不管你倒一个网红，因的收视率无海外网遮悬啦，所以海外网是一个真好的海外台湾人的平台啦吼，会当大家互相吼来支持利用安尼啦吼。即个他拄啊区律师吼嘛有搁讲到即个迄个岛吼，确实有影。用所有的即个 policy 政策资源的人，咱确实
无啥会当接受就对啦。哦，这款诶黄仁勋你讲做会当用台语会当文字化这是足好诶。希望伊诶迄个软体会当较早出来因为我逐日嘛咧응忙，我甚至有请迄个一个叫做黄光彩客你看伊捌做过即个时代诶校长伊嘛捌咱起来咱即边即个论坛遮甲大家分享，但是照目前拢总还未啦 ，not available 就对啦。所以咱希望讲做即个海外即个台语的即个媒体就是讲咱来去做presentation 的时阵，会当迄字会当谱出来，subtitle 会当出来迄是足好的对啦小龙这讲的，我想大家拢一个同意啦即个网红确实爱大家搁加油就对啦继续拍拼啦。大概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迄只迄个 Raymond 看还佫有其他有啥物迄个无？今仔日的时间已经超过20分啦所以若有特别紧张的邱律师，你个举手，搁1分钟、2分钟，好来2分钟。好，2分钟我讲一下迄个马英九含迄个伊内面的人的纠纷我迄讲有去台联去电台讲啦就是讲迄是因内部伫遐咧狗咬狗啦但是即马问题就是讲，其实因就是拢我中国的，即个免讲啦伊的迄个基金会就是讲我拢甲讲过去我伫国税局咧查销对一寡即个政治的基金会，咱的政府拢无啥要查啦照你讲，你若要掠出讲伊迄个是毋是接受中国的捐款你着去查伊基金会的小得啊嘛，你一个查就知影讲，你中国互你200万的现金，你开伫倒会搭？我随甲你查，随查出来嘛。所以讲，因即马就是调监要讲，马英九失智，就是要讲，马英九因为安尼因为伊虽然讲伊犯着即个物件，因为伊毋知影嘛，伊结酷嘛，就是讲要甲即个。伊的迄个违反国安法、含违反反渗透法的责任，要甲推掉，你知无？其实因咧国民党拢共一只船仔的啦，迄无可能讲啥物所以讲咱逐个爱了解讲，因即马伫遐拢咧算即个物件嘛。国民党本身就是已经就中国的嘛，咱无需要去啥物咧讲因内面，因主要就是要维护因内面继续。中国迄边继续干涉咱台湾遮的伊钱拢寄过来台湾，互咱遮迄个啥物中天啊，啥物话，迄因咧钱拢过来啦。我当初去中国做因的读因的法律，就是知影讲，因要利用阮遮个律师，甲钱投资到台湾的一寡有关的迄个像迄个媒体啦，各方企业，伊免叫阮做代理人，你知无？所以重要就是讲，咱台湾人爱创一个，看是要外国代理人法，还是中共代理人法，问题民进党拢无爱做啦。我是希望讲大家爱了解这点就这。好啦，我想台湾的代志还要做一个继续拍拼啦安尼后礼拜佫继续，大家互相努力来看要安怎做。然后毋通袂记即互民进党原来有一寡压力啦毋是讲伊逐项买芒果干，你着照买，1斤50块也买，100块也买，2000块也买小贵袂使买钱OK， 谢谢，OK， 拜拜。我有一项代志要请教迄个谢正宽你是毋是甲迄个call in user迄个 mute 掉，所以伊怎无法度讲话，是毋是安尼？伊家己无法度控制，因为伊若是用手机，是毋是无在调 control？ 应该伊无拍开，我会当甲拍开讲啊，我想。因为范正昌伊是用手机啦，
所以伊可能拢无法度讲话。我是无咧，咧，我即仔遮会当吼靠即个，你咱甲我按钮，我迄个按钮，但是伊遐就无开啊。我按钮哦，OK，所以是伊家己的问题，因为我我是按钮啊想讲伊讲伊无在后 mute，你甲按 mute，你甲 mute。我甲伊即摆甲伊按钮了，但是照常佫无迄个啊。无 response，OK，无 response，无伊也无开，嘿，好。好来了好，解。好。建国的代志足大条姐吼，介先有一举手吼，谢谢。无吼。敢要搁讲，还是后日较搁私信搁讲来。好啦，后日再搁讲啦。无啦，有代志人先走要紧，啊要先讲的人，赵龙姐你搁讲要紧，我互你听。我是讲吼，足紧，是讲我们下个结论就是讲吼，这项我6月15号吼要讲的话题有关啦。我是讲无毋对，是讲民进党政府的时阵吼，有的时阵你嘛还会讲吼，伊的重要话题有忽略。有一撮方面像国语吼，大家即摆同国语其实这方面做啊毋是做好诶，因为就是讲九合一的选举吼，应该讨论到国语，就讨论到国语含观光是最重要，因为是透过国语跟观光吼，提升整个国家的生活品质，提升整个国家的城市建设跟容貌。所以如果你国语假是要做好吼，你这样要提升品质吼，你必须要就是讲想办法就是讲吼，大家整个全台湾县市来串联来整合，这是最困难的，因为就是讲吼，因为就算咱摆的县市无一定讲吼要台湾好嘛，但是讲就是讲咱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我们一定要串联，我们一定要整合。安尼，而且就是讲国旅啊，提升观光，一定要伫迄咱市政吼，咱政策，咱的怎讲，咱伊的政策，伊主要的政策内底，因为国语跟那个观光，不是刚刚牵涉到是讲外国其他人来嘛，牵涉到那个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品质。好，谢谢。差不多了哈。呀。朱老师，你个几分钟哟？够影来。好，你要个你有举手哟？下个礼拜再讲啊。OK，谢谢。那我后礼拜还过来哦。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再见。名称你讲我不好你听。无结果。反正谢谢下礼拜见哈。下礼拜见哈，下礼拜是这个来。OK，好，多谢，拜拜。